欢迎回到新闻现场，来关心台湾花莲光复乡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酿灾，今天8号寻获了第19具遗体，家属初步指认是失联的正旺砂石场的黄姓老板娘，遗体受困在扭曲变形的车辆当中，遭到1层楼高的泥土深埋，经由大型的机具开挖破坏车体，把遗体移出，身份待检方、警方来相验。今天10月8号，花莲发生连续2起地震，林邦署派出了无人机从空中来拍摄勘查，显示堰塞湖的下游有部分的土沙崩落，堰塞湖本身没有异常的变化。那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到花莲视察灾后的复原重建，慰问第一线的人员，关心灾民。卓荣泰指示，不放弃搜救失联人员，而且会持续的监测堰塞湖的情况，在重建工作方面同步进行马太安溪的堤防还有桥梁的工程，要求如期完工。